咱每一节的时候，稍微后面它都有一个停留记号，所以不用急着再出来。咱来看第三节的是，伊是对车失迷，为送香邀乐摆设宴下。好，第三节咱搁一解。本来真幸运的寺庙，做你我这接受你呼召，为切心的，为上拥有的百姓人想，为来也起来，免搁惊吓。第四，来，搁故主也动。要生命，为中心行动，为主我命，万尊重救主，看你家心，今日所望和平公义。真正咱的愿望就是和平甲公义。好，搁一首是4N623。透到天堂永活所在，623。好，来，透到天堂永活所在。到汤，就是到最后汤尾哈嘿。好，来，咱个第10个一解，免来。透到天堂永活所在，这梦这路的平台，梦来路上无尽多人，爱人艰难就行到第2站。到天堂，需要着你，高着金心，吹打到你，大行所做，拢叫烦恼，忧伤亲情不定成。第3，无地通在天阮无去，无地海浪。是大，无毒是色。好，好，第4节甲第5节，咱唱一解了，咱就准备三个来敬拜主。好，来变起，仰望的心中变强烈，着惊别人亲像家己，着来服侍敬我上帝，着靠耶稣为。想想难容，爱行天路，快乐归家，恳求上帝赐我信心，咱去行好事到尽。三个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平安。敬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将手机关机。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咱伫即日要欢喜快乐敬拜主，请备办心来敬拜。
我的心静静专务天后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院笑念你的慈爱。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00首，圣诗第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徛地，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约。启约文第64篇，启约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章，记载伫圣经的圣诗后壁第1117页。我来启，请兄弟来译，咱用交通的方式来启约。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不以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长势所引起的影。伊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造咱。
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坐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就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你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哩。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迄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只是咱当心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将你的救恩施落予阮，阮搁一摆进入你的圣殿敬拜你。阮的心羡慕你，像鹿羡慕溪水。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的盾牌，是阮的关台。阮的心独独要降服伫你，愿一切恶乐、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天父上帝，你有怜悯慈爱。无快快受记，也无久长的责备，阮时常离开你的路，袂记得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骄傲的心常常伫阮的心内，恳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阮要回转，亲像囡仔，有单纯的心，仰望主，倚靠主。阮要伫你为阮所备办的道路顶面，忠心跑走；也要伫你为阮所计划旨意中，谦卑顺服。恳求圣神引带阮，行伫合主欢喜的路的顶面。阮将今仔日的敬拜，自头到尾，交托伫主的手中，保守林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有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你的话语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帮助阮。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9节。我来读。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袂拢入天国，只有实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伫迄日，有真侪人会对我讲：主啊主啊，阮竟毋是捌奉你的名传信息，捌奉你的名赶鬼，捌奉你的名行真侪神迹。迄时，我会明明对因讲：我拢毋捌恁。恁遮个做歹的人，拢离开我。所以听我遮个话，搁实行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家厝起伫石磐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嘛袂倒，因为起伫石磐顶。听我遮个话无实行的人，亲像戆人，家厝起伫山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
厝就倒，搁倒甲真厉害。耶稣这话讲煞，群众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甲因的经学教师无共款。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是教会做事小组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标杆。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改变对我开始，就时间交予林牧师。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啊，感谢你。主你，互阮会通，因为有主你的神甲阮生啊伫地，来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欢喜来顺探主你的教示，来互阮的生命来得到改变，也互阮的生命会通日日得到换新，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照着主你圣经的话语，阮。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来安尼照主你的所教示来行，互阮会通活出主你所爱阮活出的款式。互你因为阮所行的主你的名会通得到荣光。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伫咧4月
4月初甲到即个5月底，咱捌用着3个礼拜来分享着迄个招逼的信，嘛佫用着几啊个礼拜讲着即个属上帝的安尼的一寡侪的遮的观点，安尼咱嘛讲起着安尼。即个改变观念，带来咱个人生命的迄款安尼的改变，以及咱的家庭的改变，以及甚至是教会甲规个社会会因为咱的改变来得到改变。但是咧，即个改变是一个安尼讲，咱讲渐进的，吼，是安尼渐渐来得到改变。就亲像咱伫咧进前，咱嘛捌提起到的，就是咱的即个即个改变是。透过着8个阶段的迄款的过程，又照着即个有资讯，有即个启示信服，甲着即个实践、检讨、修正、反复，落尾手安尼会通来至到生团济。但是伫咧即个中间，即个有关即个资讯、启示，甲着即个信服，这是即3个阶段是咱内在的迄款安尼的改变，是看袂到的。但是却是真重要的开始。后来正到伫即个实践，甲着即个检讨、修正，甲着即个反复，即个尤其是对实践的即个开始的时阵，迄个改变是对人的内面一直安尼会讲请出来到外面的一个阶段，真做一个看会见的迄款的改变。搁过来，则是迄个安尼透过着实践。检讨、修正，甲着即个反复，即4个阶段了，安尼会互人的即个外在的即个改变，成做咱人迄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迄个改变，迄个观念，迄个改变，袂通安尼停止伫咧即个个人的即个身上。所以上落尾，咱爱透过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即个咱讲生团。就是要互安尼，咱迄个个人的迄个生命改变，会通来影响着侪人，因的生命嘛得到改变，来互更较侪人因的迄个会通进入伫咧即个改变的即个过程的内面，互对迄个个人的迄个内在改变，一直到迄个外在改变，佮对迄个个人的生命的迄个改变，影响到迄个别人的生命的迄款的改变，若要。会通看，咱拢真期待讲教会会通得到复兴，咱要通看到教会迄个复兴的临到，要看见侪人的生命的改变，甲着即个社会的即个反转，这是改变的一个起点，也就是对个人开始。所以咱要透过着今仔日咱的分享，咱搁一摆来当咱愿意来改变的时阵。互迄个属上帝的迄款的迄个规个迄个观念，会通安尼实现，也是讲体现伫咧咱的即个生命中间。上帝要透过着咱的生命，带来迄种咱讲，那亲像安尼爆炸共款，安尼的迄个改变，甲迄个震撼。咱若无愿意改变，咱用想象讲，因为咱的无改变，咱的团体。以及甚至是咱的教会未得到改变，佮咱的教会若未改变，社会袂因为咱的教会无改变，伊会较好，那是干那会较歹。所以咱需要安尼透过着咱家己迄个个人的迄款的改变，安尼来带来迄个一个安尼对观念开始的迄个改变，安尼带来一个更较大的迄个震撼。但是迄个更较要紧的就是。伫咧咱的真实的迄个生活内面，咱有侪即个属上帝的迄个观念，却无带来迄个咱所想象迄款安尼迄个改变。问题是出伫倒位？其中一个真要紧的原因就是咱以为咱家己已经有迄个属上帝的迄个观念。咱会感觉讲我都已经信主遐尼久啊，上帝的话嘛已经伫咧我的心内嘛安尼我拢有法度，上帝迄落圣经的侪经文，我嘛拢安尼讲背甲安尼滚瓜烂熟。但是咱以为咱已经得到即个属上帝的观念，
实际上咱并无有真正得到即个属上帝迄款安尼观念。这也就是咱过去咱伫遐谈安尼讲到即个观念的改变的即个八个阶段内面。即个八个阶段今仔日咱要甲做一个，搁甲做一个分类。第一个分类就是一个叫做属理论的即个观念的部分。这也就是伫咧咱伫咧咱头咧讲的迄个叫资讯的迄个即个阶段的部分。就讲咱接受某一个讯息某一个即个安尼迄落，包括讲咱看见、听见，结果咱接受到这了后，咱知影咱知影要做啥物货，也知影讲啥物货是对的。安尼的迄个观念是伫咧咱的规个即个头脑的即个层面的内面伊有迄个真悬的迄个要求。人若停留伫咧即个阶段就较亲像法利赛人同款。对人来讲有侪的迄个要求，家己确实行袂出来。这也就是咱，如果咱咱只有咱甲落伫咧即个资讯的阶段的时阵，咱只有干那是理论伫咧咱的迄个咱的头脑内面，无法度成做咱的性命的部分。咱需要的是爱进入到伫即个启示的即个观念的内面，进入即个启示佫互咱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欢喜、来顺叹、来安尼来去安尼去行出来，欢喜去顺叹。这才是进入伫咧即个启示的即个观念的即个阶段，接受即个讯息了，伫咧圣神的迄个启示的下面，对伫即个观念，咱开始有迄款安尼晓悟。伫咧圣神的感动，甲伫咧圣神的推动的下面，有了安尼迄个行动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咱讲渴望是迄个安尼讲自发性的。因为如果咱若敢若知，但是咱也无发出咱迄个自发性，欢喜要来去顺叹，启示这个资讯对咱来讲，只不过是敢若知影安尼那尔。若讲无有迄个进入迄个实践的迄个阶段，安尼犹原是讲，敢若讲是心动，咱讲心动而没有行动，安尼迄个阶段犹原共款，还佫无完全，还佫无够矫正，所以侪咱的这信徒会时常落伫咧即个讲，甲伫即个启示的即个观念。就该掠做讲我已经真满足，因为我嘛安尼欢喜，我欢喜要来顺叹，感觉讲嘛对迄个咱所知影的，感觉讲真兴奋，知影讲我知影，我嘛感觉讲我着欢喜要来顺叹，因为家己已经改变，但是其实咱着较亲像咱伫咱今仔日所讲的，那亲像将咱的迄个根基建立伫咧即个。安尼，迄个沙啊一顶面，因为安怎，迄个伫咧考验来临的时阵，就会爱讲安尼倒甲安尼规个线了。所以咱需要的是啥？咱需要是爱开始进入咱伫咧实践的迄个阶段，毋那是敢若知影要做的遮个代志，搁较是安尼自发的来成做咱的迄个行动。伫咧迄个行动的内面，安尼会迄个观念，安尼会通得到操练，互咱的迄个观念，无搁再是干那观念，是实际上有迄个行动来安尼，互迄个观念会通落实。所以伫咧操练的迄个过程内面，即个有可能咱所面对的即个所做的即个改变，有可能会失败。但是观念伫咧操练的过程内面，会安怎会哪来哪成熟，哪来哪成熟，佮安怎渐渐会达到一个平衡。你袂逐概你拢伫咧改变的过程内面，你逐概拢失败，你会哪来哪好？无可能一遍到位，但是会哪来哪好，成做一个
咧你的生活内面通行的，毋是搁再是伫咧咱讲空谈的。当咱经过着这个安尼路尾手，咱有经过实践了，咱搁伫咧即个过程内面，也搁互咱会通开始来伫迄个中间来检讨修正，吼。伫咧检讨修正的即个过程内面，搁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反复，咱就会发现讲，咱伫咧咱的即个生命内面，咱开始即个渐渐真做咱原底本底迄个改变，咱是无对即个改变安尼抑搁真清楚，真安尼对迄款的改变，咱有侪的安尼讲无适应的所在。但是咱渐渐，因为咱透过咱的一遍一遍的实践，一遍一遍的操练，咱哪来修正了，咱检讨讲咱倒位做了无好势，咱伫咧倒位，咱需要安尼伫遐安尼反复伫遐操练，就咱的迄个人的生命，就成做即个改变，成做咱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至到即个观念实践，已经无需要经过你的思考，已经内化伫咧你的心内，是成做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观念若安尼成做咱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表示咱已经拥有了这个观念，将这个观念已经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成做安尼，会晓讲这个观念已经成做咱的立场，佮咱的这个观念就已经非常稳定，袂摇动。所以伫咧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今仔日的这个经段内面，讲起着这个经段内面讲起着两个根基啊。伊讲听主的话去行的人是啥物款的人？伊是一个伊会悔改，伊伫迄中间来递到伊顶头生，佮甚至正性。伫咧迄个中间，将迄个厝伊怎起伫咧迄个石盘的顶面，就是伊用着基督做中心，无论伊伫咧伊的生活，也是伫咧伊所拄着的环境拄着艰难，伊怎样拄着迄个苦难，伊拢总袂摇动，因为即个根基伊徛在伫咧迄个石盘顶。伫咧领受主的话，无要去行的人，伊是一个安怎？是一个伊无愿意悔改，伊毋信即个上帝话的内面所讲的，伊无守主的道理，伊个是一个。甚至伊安尼，伊有外面有一个真爱讲真看起来真好的敬拜，结果是假冒伪善安尼迄款的敬拜。只有伫遐行着即个宗教的仪式，咱讲有喙无心，因为即个伊的根基徛伫咧迄个安尼沙石仔顶面。咱若当伊安尼即个一个生活顶面，若拄着艰难的代志。是拄着挑战的时阵，拄着试验的时阵，伊就伫遐跋倒，甚至伫遐来退后，无搁再伫遐坚心来倚靠主。所以，真做一个基督徒，如果咱的信仰、咱的根基是一个无稳固，一旦咱若拄着环境改变的时阵，咱的信心就会伫迄个中间来递到崩盘，甚至。有当时有个人，因为伊的信心无够硬，递到伊拄着艰难的事的时阵，伊伫遐面对这个事的时阵，递到伊就甚至放弃这个信仰。最近伫咧网络面顶有一个真有名的人，少年人伊提出讲，我啥也无要信主，叫啥名？叫做伯恩，伯恩伊原底本底伊是一个伫教会内面安尼，甚至是团契的主席，也是伫咧伊伫咧教会内面是真活动，但是伊伫咧面对着伊有一寡信仰的问题，教会无法度回答伊。伊拄着遐个问题，无法度满足伊家己个人、伊家己期待的迄款的答案，直到伊怎样来离开教会，这就是咱咧讲的
叫做信仰，伊的信仰是建立伫咧即个安尼土沙的顶面。今仔日我无要上主要，我无要伫迄个中间来讲起伯恩的即个代志，我要另外才搁有机会，咱才搁来讲。但是即摆咱上重要的是，咱伫咧咱家己个人，咱伫咧面对着，如果伫咧你的信仰顶面，你拄着艰难的时阵，你要安怎来突破？如果咱的信仰若确实无有迄个真实的经历的时阵，莫怪当人甲咱问、甲咱挑战的时阵，咱无法度回答，甚至咱煞对咧嘛煞去互伊扭落去，煞来信仰来抵到帮盘。所以咱需要的是，咱要安怎帮助咱家己个人，互咱会通安尼真正讲。互咱的迄个信仰的根基会通安尼建立伫咧迄个石盘顶，所以咱会通讲基督徒的迄个生活会通比伊的迄个生活会通比如讲咱若讲伫咧建筑的顶面，迄是伊是迄个咱讲顶面站的迄个建筑物，但是迄个信仰的根基是迄个下站的迄个建筑，也就是迄个下骹面迄个规个讲地基的迄个建筑的部分。如果嘛无有安尼，安尼讲，迄个无摇动的迄款的信仰的根基，就无通活出迄个基督的迄个德性，迄款安尼的生活。所以，但是真可惜就是伫咧咱现今咱即马即个咱讲即个纸醉金迷安尼即个社会顶面，侪的基督徒拢伫咧即个咱讲伫咧即个人海茫茫的即个社会内面。咱伫迄中间来失落去，因为咱伫遐看见着侪人，安尼伊用着即个社会的迄个价值观，伊伫遐咧看，伫遐咧安尼看见人安尼，咱讲吃香的喝辣的，伊就伫咧迄个中间安尼伫遐来失袂去，伫遐来失落去，所以咱会通看见。有侪人伊受到迄个金钱的威胁，有的人受到安尼讲学问的迄个污染，甚至有人受到迄个咱厝内人的影响，有人受到即个环境的迄款的刺激，结果就是离开上帝，失去侪这个属灵所要安尼享受互咱迄款安尼的福气，尤其咱伫。咱即两天才拄好进入伫咧即个农历的7月，咱会通看见侪人安尼，因咱的厝边头尾有侪人，因安尼面对着安尼伫咧即个开鬼门的时阵，因心内有侪的惊吓。咱拢无去想着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偌尔自由，咱无咧惊遮的好兄弟，影啦，因为咱有咱的主通靠。但是咱还知影，因伫咧中间，因面对着即个农历7月的时阵，对因来讲，迄是偌尔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安尼讲真通惊的一个月份，惊吓，这也袂做哩，迄也袂做哩。但是咱今仔日咱有一个咱的主通好靠，结果咱无法度。好好伫咧咱的生活内面，来真正来见证出来，来实现出来，活出侪咱迄种安尼基督应该有的迄款的香味的时阵，递到咱的这厝边头尾看袂见咱的生活的见证，互因无法度嘛伫咧迄个惊吓的中间来得到头放。因为如果咱有一个真好的见证，人看见咱的性命，人就会来。欢喜来跟对，因也伫咧迄中间去经历着信靠主是偌尔自由的迄款安尼的生命，安尼迄款的生活。所以咱会通安尼伫咧安尼伫咱即马现今，特别是即个农历7月的时阵，咱应该是搁较诚做一个真见证主的一个真要紧的时阵。咱会通读到侪这的教会历史。咱就会通知影，伫咧初代教会这信徒，因伫咧即个罗马帝国的迄个统治的下面，因安尼受到安尼会通讲安尼十几摆安尼的迄个真大的迄个压迫，侪这基督徒因安尼讲宁可死嘛无要放弃因的信仰，
这是因的，因为因伫咧因的信仰安尼建基伫咧迄个真宝贵因家己的迄个见证的顶面。因的信仰的根基安尼真宝贵的迄个见证，就是做这的安尼信徒因安尼因的信仰安尼真稳固，是因为安尼因抓条基督，佮安尼坚信基督。伫咧迄个中间，因也伫遐经历因所信的，也这也就是伫咧咱进前捌讲起的，就是因的信仰是迄个叫做急或不然的迄款的信仰。就算讲伊讲，就算讲我要死，我嘛犹原要安尼坚定我即个所信的。所以伫咧咱的即个教会的历史内面，咱会当看见着做遮的信徒因怎样安尼咧坚持因所信的。就写了安尼教会真荣光的历史的一页。咱会通看见，伫咧创世纪的亚伯拉罕甲着伊的弟仔罗德，罗德原底本来是一个安尼会通讲也真好袂歹的一个青年。因为伊跟对伊的阿叔，所以上帝嘛赏赐伊祝福伊。但是后来咱会通看见，就是伊后来贪爱即个世界。当因安尼好也到一个程度，伊的阿叔对伊讲，咱安尼已经安尼即个所在无法度永远咱两家，所以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所以罗德伊一个看见，伊就去竞选迄个安尼上富裕的迄个所在。伊伫遐贪爱即个世界的享受，伊就去搬去到伫迄个充满罪恶的即个索多玛城，伊伫遐来徛起。佮后来安尼，伊的迄个咱讲财富，伊的名誉，安尼会通讲拢有啊。但是咧，因为即个城伫咧上帝面前，安尼罪恶大到已经上帝无法度永远来遭受毁灭。所以罗德伊伫咧即届的即个咱讲浩劫，伫咧即个上帝要安尼来毁灭即个安尼索多玛城的时阵，直到伊两手空空离开索多玛。伊毋若两手空空，伊甚至伊会伫咧伊的心灵的顶面伊也犹原共款安尼失去，因为伫咧迄个中间，伊也失去伊的某囝。迄个失去的迄个痛苦，直到会通讲，咱讲所谓的两头空。伊伫咧伊的财产也无去，伊的厝的人、伊的家人嘛无去。另外一个咧，就是即个使徒约翰，伊伫咧即个以弗所即个安尼伫迄所在安尼芦苇手，伊伫遐服侍芦苇手。去用关伫咧即个咱的迄个伫咧中间伊带着侪遮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做波利卡普的一个学生。即个波利卡普，伊伫咧伊晚年的时阵伊落尾手去互罗马帝国掠着，罗马帝国的迄个军人就甲伊迫害，伊放弃即个信仰基督安尼迄个决心，这就甲亲像伫咧日本迄个因有人共款安尼，才会掠着这基督徒的时阵，摕着十字架放咧涂骹，爱这受掠的基督徒来伫遐来打这个十字架，伫遐来安尼来宣告讲，伊要放弃这个信仰共款。伊伫咧即个波利卡普，伊伫咧受到即个罗马帝国迫害的时阵，伊伫遐对着迄个总督来讲，我已经服侍即个约翰，我已经服侍伊86年啊。上帝伊拢无有亏待我敢会通忍心来放杀我所听的主嘛？所以即个总督就甲伊恐吓，甲伊讲啊，讲要甲伊掠去即个到那个竞技场来安尼饲狮啊！即个波利卡普安尼讲来啊，我也无咧惊。即个总督伊就更较生气，伊讲安尼，我要将你甲你绑伫咧即个迄个咱讲迄个
个火柱吼条啊吼来用火来甲你烧。即个波利卡普伊真勇敢来伫遐回答讲死刑的火最安尼了不起是两三点钟就已经火去啊。但是地狱的火是永远袂灭的，迄才是通惊的火刑。波利卡普伊就伫咧迄中间，安尼互火来甲，安尼互火来烧死，为主来伫遐来顺道。另外一个咧是如果咱有读过迄个《暗示之后》这本册的即个作者，叫做蔡淑娟女士。因为伊安尼迄个疟疾的迄个病菌吼，侵入伊的迄个骨，咱讲骨髓内面，影响着伊的迄个视神经，滴到伊无法度安尼看见。所以伊伫咧迄个40年的迄个黑暗的迄个环境的内面的时阵，但是伊真迄个咱讲感动人的迄款的伊的迄款的生命的见证，不断对伊的迄个信仰的迄个根基内面来呈出来。等下亲像迄个咱讲电台共款，伫遐一直不断伫遐来发射伊的电波共款。直到有侪人去探访伊，就伫咧伫咧探望的过程，反倒再来安尼得到伊迄个属灵的迄个激励。所以今仔日咱要问的是，安尼咱的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伫咧即个石盘顶，是伫咧即个土沙的顶面？当即个雨淋、水冲、风吹的时阵，到底咱的厝会倒也袂倒，咱就已经知影，咱就会知影。咱进前咱有分享着侪遮个观念，但是遮个观念对咱来讲，只有是干那理念安尼的理论的观念，就是讲伊是伫咧迄个资讯的迄个阶段安尼那尔。但即个理论的即个观念是啥物呢？就是干那叫做讲我知道，我知影。这就是敢若听了，但是咱无实践出来，咱需要是透过着圣神的引传，互咱会通进入迄个启示安尼迄个阶段。伫咧启示的阶段内面是要安怎？讲我晓悟，这是圣神对咱来讲话，互咱会通更较确信，会通更较来安尼有迄个推动力，来互咱去实践。咱需要将咱所听到的、咱所看见的，化作咱的行动。来成做咱迄个实践的迄个观念，互咱会通伫咧迄个中间，安尼透过着实践，咱伫迄个中间来真清楚讲我伫操练。经过不断伫迄个操练的即个过程内面，咱伫遐反复，安尼伫遐操练，伫遐安尼修正，即个观念就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即个时阵，咱才有法度成做咱的迄个叫做生命的观念，叫做我拥有。生命的观念就是我拥有是属上帝的观念，无搁再是伫咧咱的思想的内面，伫咧咱的言谈的内面，伫咱的行动内面，是成做咱化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安尼的迄款的生命的观念，才有法度带来迄个生命安尼迄款的影响力。当生命迄个观念进入伫咧落尾手到伫即个繁殖的迄个阶段的时阵，咱就会通来影响到侪人。互因有缘安尼会通来受到改变，来受到影响，这才会成做一个文化。当这个文化不断伫遐来扩张的时阵，就会形成一个运动。当属上帝这个文化成做一个运动的时阵，就会带来迄个教会改变，甲着社会改变，甚至就是迄个复兴的临到，也就是讲，咱所期待迄个上帝国。的临到伫咱的中间，迄是带来迄规个区域，也是规个世界的迄款的转化。咱会感觉讲，哪有可能？因为敢若咱家己个人的迄个改变，咱有法度带来迄个世界的改变。如果咱也连做都无做，咱要哪有迄个可能性来成做安尼改变？但是当咱欢喜来实践，咱的生命来得到改变的时阵，咱互规个内化，互迄个正确属上帝迄个观念内化伫咱的心内时阵，咱规个活出来时阵，咱就要开始散发出
迄个基督耶稣的香味。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今仔日咱袂通只有干那满足伫咧咱拥有迄个理念、迄个理论的迄观念，因为伊是无有气力的。对咱来讲，咱家己拢对咱家己来讲嘛是无路用的。咱毋若只有干那安尼，伫咧迄个咱注重迄个传讲上帝话，咱搁较甲将迄个上帝话安怎，甲伊行出来。互咱会通安尼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安尼真实来自我省察，看家己敢有安尼将上帝话安尼化作咱生命的观念的一部分，就那亲像大家安尼，咱定来咱讲，咱爱将迄个疼讲挂伫咱的喙的内面，但是咱认真来问咱家己本身，当咱伫遐咧讲的时阵。咱讲咱疼上帝，咱真实来问咱家己，咱有真正疼上帝吗？如果咱若真正疼上帝，是安怎咱无实践上帝的话？伫圣经内面来讲，毋通贪爱即个世间，还是世间的面。若有人贪爱即个世间，伊就无疼爸啊！我毋知影咱。注重咱的心内，咱到底注重啥物货？但是咱若无将咱的天父上帝放伫咱生命内面迄个第一位，安尼咱就毋是疼咱的天父上帝。咱若袂通安尼，咱是伫咧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是无法度讲又搁疼上帝，又搁疼即个世间。咱的信仰内面。真侪时阵，咱所咧讲的是一个，咱讲两路的神学，毋是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建立在沙土上，一样的，不是爱上帝，就是爱世间。所以咱爱重新来问咱家己，咱真正爱来问咱家己，咱是疼世间，还是疼上帝？咱看重的是倒一项？对咱的选择甲咱的行动，咱就会通认出咱到底咱是疼是倒一项。撒旦伊互咱的迄个规矩是啥物货？伊就是欺骗咱，互咱安尼将迄个理论的迄个观念误认做咱已经拥有是咱的生命的迄个观念，互咱以为讲咱家己疼上帝，其实咱伫咧选择甲咱的行动内面，咱实际上咱是疼即个世界。安尼的迄个欺骗，互咱怎啊停伫咧迄个理论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理论的迄个观念，咱无法度搁进前，因为安怎？伊伫迄个中间欺骗咱，互咱以为讲咱已经得到，结果咱依然只不过是干那一个观念、理论伫咧咱的脑海内面，咱无实践出来，至到咱无法度真正真实来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咱要安怎证明讲咱真正是疼上帝，毋是疼即个世间？主耶稣安怎讲？主耶稣伊讲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啊！伊若毋是万分即个听迄个，就是动即个看见迄个，你袂当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这是主耶稣伊对咱所教示的。疼世界，也就是侍奉即个金钱，互金钱来做咱的主，互金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甲咱掌握掉咧。因为所以第四到咱若要来衡量咱到底是疼世界，还是迄落疼上帝？咱只要看讲到底是啥物货咧控制啥物人？讲什么在控制我们？咱到底是咱控制金钱，还是咱互金钱来控制咱？金钱伊是咱讲伊是中立的，问题毋是伫咧金钱的顶面，问题是咱敢有安尼去控制金钱，还是讲迄落至到咱无法度来控制金钱，煞去互金钱来甲咱控制？如何知影咱伫咧控制金钱？咱到底是控制金钱，还是去互金钱来甲咱掌握？
一个真明显的例就是咱的奉献。过去我遐少年的时阵，我捌参加过一届的特会。迄个特会顶面一个外国牧师、宣教师，伊毋是宣教师，外国牧师、外国讲员，伊伫遐讲着讲，咱的奉献爱奉献甲心痛，吼，因为你奉献甲心痛的时阵，你就会去顶动着咱的主。后来我发现讲，毋是干那安尼尔，因为如果咱若确实讲，咱的奉献是递到互咱心痛，安尼，伫咧咱今仔日所分享的，敢毋是就是你若为着你所奉献的会心痛，安尼你是看重金钱，也是看重上帝。所以咱伫咧中间如果咱若会感觉心痛，安尼心痛就表示即个世界伫咧咱的心内，迄个心就互迄个金钱来甲咱掌握。这也就是伫咧咱的今仔日咱的即个你若奉献会感觉心痛，就表示即个世界伫咧咱心内，心就互金钱来掌握，安尼咱就无疼上帝。安尼咱即个世界若伫咧咱的手内面呢，咱就法度去掌握即个金钱，咱的心就袂叫即个世界来影响。这也就是无论咱讲咱奉献偌济，拢袂心痛，咱就会伫遐来安尼讲坦然的来面对即个咱家己的光景。就算讲安尼，我安尼已经都有够业，所以我看见教会甚至咱的兄弟姊妹内面。有迄个需要的时阵，咱就伫咧中间来欢喜，来甲因分享，来欢喜奉献，互教会的使用。你要看见你的性命的光景无共款，咱无活伫咧迄个假象的信仰的假象的内面，咱爱看清咱家己，咱到底咱有真正真实听咱的主，咱的上帝还无？如果咱若安尼看清楚，咱并无疼上帝，伫咧咱即时阵，圣神伫遐咱甲咱光照，安尼咱才有悔改的机会，并且咱伫迄个中间，咱有法度来立志，来将即个疼上帝安尼迄个观念，来化做咱生命的观念的一部分。咱毋通安尼只有干那满足伫咧迄个理论，甲迄个伫咧迄个启示，安尼迄个观念安尼那尔，咱爱。恳求圣神来帮助咱，搁咱来定义，来伫遐来付出代价，将迄个理念发安尼，成做咱的实践，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咱头拄伫遐分享着即4个层面的观念内面，只有生命的迄个观念形成迄个文化，搁形成迄个咱讲运动，搁带来迄个复兴。所以咱搁一摆重新来整理，就是伫咧咱的迄个理论的观念是别人讲互我听，别人讲互我听是被动，咱伫迄个中间来接受，就亲像牧师伫遮分享，牧师甲你讲，安尼那尔，迄是伫咧咱的理论的迄个观念的内面。第二个观念是启示的观念，是上帝讲互我听。上帝透过圣神的启示，互我搁一摆对伫即个观念会通有搁较清楚。我晓悟。当上帝讲互我听，就成做咱的迄个推动力。无搁再是人来逼我，是上帝来感动我来去安尼来做。第三个就是迄个，当咱若真正伫咧即个实践的即个观念，就是安怎讲，我活互你看。咱真正活出来，将迄个咱所领受上帝教示的话语，咱伫遐来活出来，来互实践出来，互人看到。咱诚做别人的模范，伫咧实践的过程内面，咱会面对着侪困难、侪挑战，咱犹原伫遐来坚持来付出代价，伫迄个中间来实践上帝话，就诚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咱就诚做咱的生命的观念的一部分。就是我死互你看，
就较亲像咱今仔日咱头早咱所分享着，不管是迄个即个波利卡普也好，迄个暗示之后也好，因一个因用因的性命安尼画出来互咱看，迄种的画出来就是我死互你看。就较亲像但以理伫遐，因伫咧面对着迄个烈火的时阵，伊伫遐讲急火不燃，讲王啊，就算阮会死，阮犹原要敬拜阮的主。阮无要拜你所立的像，迄种安尼，迄个我死互你看，这是毋是迄个毋是指着迄个肉体的迄个死，乃是一种坚持到底迄个心志。咱用着安尼迄款的心志，活出上帝道，就会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咱的见证就是赢过迄个撒旦伫咧咱的性命内面的迄款的迄个武器。伫咧启示录内面，伫遐讲起讲。安尼，兄弟姊妹，我靠着羊羔的血，甲着因所见证的信息，已经较赢比迄只迄个恶龙，因甚至到死就拢无疼惜家己的性命。所以咱迄个身边的人，因的性命，也因为咱活出迄款咱的性命的时阵，咱就会有迄款的影响咱。甚至真做安尼，那亲像文化共款就是迄个你死互你真做到落尾手是换做是，咱头讲我死互你看，佫怪是真咱若活出来了，佫影响别人的时阵，互别人互每一个人变做真做人啊，你死互别人看，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咱的不管是咱的家庭也好，咱的教会每一个成员，咱拢安尼坚持活出上帝道理。咱的家庭、教会就会真做最的迄个见证，影响规个社会，真做一个运动，迄款安尼观念，安尼就会安尼讲别人死互别人看，安尼就大家拢同齐活出迄个上帝道理。所以咱会通看见，就讲迄个当初时伫咧美国，迄个。约翰卫斯理，伊安怎带出迄个大的复兴？迄是伊是靠着伊家己开始，影响着伊其他伊四周围的兄弟姊妹，安尼开始带来一个安尼迄个教会的迄个复兴，甚至影响规个美国。所以咱就通看见讲，迄个当咱伫遐期待迄个上帝国的迄个复兴的临到，咱需要是咱。个人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改变，对咱开始。如要安怎来，互即个理念观念，成做咱的生命的观念，将即个观念对咱内在安尼变成做外在的一个关键，就是实践。反复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实践，咱互迄个原底本底只是干那观念，成做咱生命一部分的时阵，安尼的时阵。迄个咱需要的，就是咱爱有咱的行动，知影着爱有行动，咱需要做的就是安怎，紧做，赶快做，诚做安尼讲，赶快化为行动，毋通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延伸。咱会通看见着怎么咱的即个世界，安尼哪来哪混乱，也就是上帝国。哪来哪近啊？咱毋通阁延伸是行动的一个第一号杀手。伊会安尼，咱讲消灭咱的迄款的推动力，互咱渐渐将迄个咱应该爱有的迄个行动来甲伊放袂起。毋若是爱紧做，阁安怎？爱阁做来做，把每一届操练的机会，操练安尼迄个将迄个观念操练。安尼不断伫迄中间操练，需要有机会。上帝若安尼，互咱有做即个操练的机会时阵，安尼咱应该爱用着迄个心存感谢，安尼迄款的心来伫遐感谢主，讲把每一届上帝要互咱迄个操练的机会，就咱会通将迄个理论迄个启示的迄个观念化做咱生命一部分。所以，当咱了解这了。咱一个真要紧的，也是要来安尼勉励咱所听这就是快做，
多多做，而且要常常做。咱也知影，亲像咱知影，亲像健美先生，伊是透过逐工伫遐来操练，伊伫遐不断伫遐来锻炼，伊才有迄个安尼遐尼啊水的迄个体格。如果若无安尼操练，伊是安尼咱讲初15是无果效，所以咱需要透过不断伫遐锻炼来安尼操练出迄个咱的属灵的性命。伫迄中间，咱伫遐快做，多多做，搁伫遐常常做，咱的属灵的性命就会渐渐安尼得到改变。若只有干那迄个理论安尼迄个观念，乃是互咱的规个性命成做咱迄个规个性命迄个观念，成做咱性命的一部分，互咱真正照圣经讲叫做合乎主用，吼，成做容神益人的迄款的性命。就安尼，迄个咱会通看见，迄个复兴教可能来临到，复兴是对咱来开始，改变是对改变咱家己的观念来开始的，对咱的内在改变，一直到伫咱的迄个性命的迄个外在，规个安尼活出咱的性命，就开始来影响到安尼侪别人，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来安尼。成做一个运动，来互侪咱对咱教会开始，来影响着规个社会，来影响着规个即个世界。这也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爱做的。所以求主帮助咱，咱无搁停留伫咧干那理念安尼的观念，咱需要是快做，多做，搁爱常常做，互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迄个观念来落实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所在。牧师也共款有3个题目来，互咱来好好啊，搁来想，咱学习安尼有遮尔啊侪观念，到目前为止只是干那理论安尼的观念，就是伫咧即个资讯的迄个阶段，咱要怎样来将这属上帝观念转化做咱的生命一部分？咱要怎样来经历？所以求主帮助咱。第二个就是撒旦伊时常用着诡计来欺骗咱，互咱的生活就啊停伫咧只有干那理念、理论安尼尔，要互咱的生命无法度活出迄款应该有的迄个震撼力，无法度互咱来复兴。安尼咱的生命要怎样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咱的生命敢有法度来影响别人的生命？第三，咱要怎样来安尼评估咱到底咱是听世界，还是听上帝？咱有活伫咧咱的迄款咱的信仰的迄个假象的内面无？咱如果若安尼对迄个理论的迄个观念形成生命的观念，咱要怎样来互伊真正会通落实？咱敢有时常伫遐来操练？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即礼拜，咱会用诚做咱侪默想，甲着不断伫遐来思考的时间。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知影阮有缘，抑阁有侪的欠缺，恳求主圣神不断来感动阮。互阮无搁再停留伫咧知影安尼若定，主帮助阮，互阮毋若知，阮搁会通伫圣神的光照的下面，互阮会通晓悟主你的心意，搁阮也欢喜来顺探，来实践伫阮的生命内面，照着阮不断伫遐来操练，伫遐来改变，来互主你的迄款迄个。搁活的生命来活伫安尼落实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会通安尼诚做安尼一个水的见证，互侪人因为阮生命的改变，因也要受到影响，因也欢喜来跟随，因的生命嘛要领受主你来迄款安尼的祝福的迄款的搁活的生命。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一步一步。安尼哪来哪亲像主，哪来哪会通发出主你的香味。检测阮无法度一步到位，但是
因为阮欢喜顺坦，主你就帮助阮，互阮安尼会通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主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阮、带领阮，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见证主你荣光。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感谢牧师的分享，这时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623首，透到天顶永活所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李恩心、吴承安执事收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奉献。若有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
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五落你。求主你继续使用阮，互阮通放下阮家己的意念，求主你的意念来充满阮，互阮真侪有好行为、好性命的人，会当真侪会当影响人的人。当阮献出你所想做的淡薄来做教会献讲的内容，求主你降临，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5节。咱同齐来读。所以，听我这话，搁实行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甲厝起伫石盘顶，雨刮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嘛袂倒。因为起伫石盘顶。迎新报告，咱有第一届来到含咱做伙聚会的朋友无？咱做伙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礼拜后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必办心参加。第二点，恭喜本会陈君瑜姐妹大女儿李胜如小姐8月初6订婚，愿主上帝施恩祝福。第三点，恭喜本会青少年升学考试顺利，李丰柔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胡寻礼东海大学、欧逸轩云林科技大学、李云熙南洋女中、吴怡耀宜兰高中。周胜轩宜兰高中、胡庆珍宜兰高中专函圣母专校，愿上帝施恩祝福，互因伫学校甲各方面拢有好的表现，荣耀主利益众人。第四点，主日2伫8月18到19，上午9点到下晡5点要举办双语积木营。8月20、27。拜六要举办英语亲子阅读营，详情请看公布栏。咱的周报内底有一个报名表，欢迎报名参加。具体消息，请咱家己过目。内底的事项，请看本会每周的带导函，并附出祈祷的代价。顶周的奉献报告，请兄弟家己过目。有错误的部分，请往财务同工更正。下主日的服侍，请兄弟准备心。以上报告，无需要补充报告。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坐在做王。主啊，你的名是耶和华沙龙，是赐平安的上帝。你用台湾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毋是降灾祸的意念。求你帮助台湾的百姓看起内心真正惊的是啥物？求你帮助台湾的百姓，知影生命中捆绑因的关系是啥物？伫农历7月时，主啊，恳求你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赶走惊吓不安，施乐你的平安甲喜乐，互台湾的百姓。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心灵的自由。主啊，伫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中，
求你掌管，早日结束战争，互失落的人、肉体、心灵受伤的人得到医治，得到安慰。主啊，我嘛要为教会推动的事工来仰望你。主日学有举办暑假营队，求主备办同工来服侍。恳求主将福音的种子放伫囡仔来参加的小朋友的心内，互因来认捌主，得到救恩。主啊，我嘛要继续为教会青少年来祈祷。你是一切美好的源头，你对每一个人拢有美好的计划。感谢主保守参加会考甲学测的青少年，会使顺利进入后一个学校的学习。恳求主赏赐青少年有属天的智慧甲气力，圣神引带因来入捌主，明白主的教示，看重主的话语。恳求主捆绑手机、网络游戏、3C 产品对青少年的引诱，互因来倚靠主来得胜。亲爱的主耶稣，你互人顶十字架顶，你担当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你受逼迫，互阮得到医治。阮将教会兄弟有身体病痛的、心灵软弱的、欠安的、生活中有重担的、年老的兄弟，拢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日日看顾、保守、医治。感谢你听阮伫你的面前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咱做伙来吟上咏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堂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这请坐，列岛避讳。
陈安在吗？那个他对他的那一只。我们上一场直播完。Test。